1984年6月7日，财团法人联合签小卡中心甲台北百货业综合小组各会员签约，联合信用卡伫台湾正式启用台湾进入用信用卡消费时代。目前联合千账卡的持卡人已经突破了10万3千多人，他们将享受先消费后付款的好处，每个月结账一次，为消费者带来很大的方便。1997年6月7日，台湾飞车特技演员郭秀良成功飞过澎湖河口水墙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柯受良头戴安全帽护颈，在264公尺的跑道上加速，而他必须在11秒钟之内从0加速到145公里以上。画面上看到小黑柯受良从跑道尽头起飞，飞过了湖口瀑布，长达50公尺的缺口，成功的落在了彼岸。当时现场拢是普声，郭秀良伫成功后，情绪真激动，伊讲。感谢我全家人的关心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